强烈气旋登陆印度甲孟加拉，有真侪厝起互大水引起，上无16个人死亡，100万人无电通用。第2月火烧堡137人死亡，3月发现是一个义消为着做正式的消防员来放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天灾消息。强烈气旋雷马尔礼拜暗时登陆孟加拉甲印度的沿海地区，靠强风变大雨，有真侪厝起互大水淹去，上无有16个人死亡，近100万人无电通用。现在是巴基斯坦的南部是称到52°2，已经逼挖历史纪录。孟加拉南部这个庄仔头，这个歹的厝，伫经过强风大水后了后，是规个洞海，4颗地啊变做规片海。নদীর সাইড থেকে ভেঙে গেছে, সাইডে নদী থেকে ভেঙে সে পানি এই সাইডে আসছে। নদীর এই বান ভেঙে গেছে নদীতে সব আগামাথা বেসে গেছে, মানুষের ঘর দরজা বাড়ি ঘর বহুত লোকের বহুত ক্ষতিগত হয়ে গেছে।强烈气旋雷马尔礼拜暗时以每点钟135公里的风速，是弄过孟加拉南部的蒙哥拉港，和附近的印度西孟加拉邦萨格尔岛，登陆了后，威力虽然转弱，同款是造成致命性的灾情。孟加拉当局讲，至少有15万户的民家厝倒去，也是毁损，375万人受到影响。伫个印度的西孟加拉省，受超过2000基电火条啊，红规个挽起来，路边的树啊嘛倒一堆。देखिए कुछ जगह पे जो है हमें मिल रहा है कि कुछ जगह पे ट्री अपरूटिंग हुआ है, तो जहाँ पे ट्री अपरूटिंग हुआ है वहाँ पे हम लोगों का कोलकाता म्यूनिसिपैलिटी का टीम, कोलकाता पुलिस का,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का टीम वो आके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ये जो ट्रीज जो अपरूटेड हुआ है।规个正向的雷马尔气旋加起来是伫印缅两国造成10几个人无命，搁互几百万户大停电。但是，同款伫南欧的巴基斯坦受热影，南部信德省的古印度河文明为止，摩亨约达罗拜一的高温是起到摄氏52.2度，创今年以来上高温，嘛超过54度的历史纪录。सजो नहीं वेठा आहियूं साईं, घड़ी विझूं था, नलके में पऊं था, वरी निकिरूं था, इलाही था टेम्परेचर विझण सां कुझु न कुझु फ़र्क़ु थिए थी, भई बिजली कान्हे का साईं। 不管是热影高温，还是强烈气旋造成强风大水雨，专家认为讲这极端天气大多数拢是气候变迁造成的，未来恐惊会真接出现。高市新闻张惠斌编译。智利中部的度假胜地2月发生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火烧堡，造成137个人死亡。时阵查落，竟然发现讲是一个义消想要做正式的消防员，全甲这官员交结斗阵放火，这2个人已经向抓起来起诉。黑暗暝野火登咧滚架，规片建筑拢着火。这是智利中部滨海度假胜地瓦尼帕莱索今年2月发生野火。甲当地的砖头烧甲大批批的景象，迄阵外界了做这是圣年现象所致使的天灾。不过智利当局调查了后，才发现是一个22岁的义消甲一个任务官员涉嫌放火，已经甲因逮捕起诉。Multiplicidad de incendio para dar cuenta que tendría entonces un trabajo asegurado como brigadista de CONAF。调查人员讲，这个义消为着乘做正式的消防员，和这任务官员串通，超工利用火势会当快速探开的天气条件来放火，检调伫导火的所在找到汽油甲石蜡这的证据，嘛伫义消厝内找到相关的证物。这件智利史上上严重的野火事故，烧掉上万栋的厝体，甲将近9000公顷的林地，阁有137个人死亡。林务局主管唔敢相信局内出来鬼。Un exfuncionario que es de carácter transitorio, que en los últimos 10 años, digamos que ha participado en distintas instancias y acciones asociadas al control de los incendios y por lo tanto también eso enloda la institución. 受害灾民知影原因了，心内是真生气。Que hay gente que tiene que pagar todo esto, lo que nos hicieron. A nosotros nos mataron y nos quemaron. 目前检方正在调查这个义消敢有牵涉其他的放火案，嘛无排除这个案件有其他的强案。若消防员无救火煞放火，互当地的消防单位拢惊一跳。因强调这是独立事件，消防队绝对无容忍这种代志来发生。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日本东京都7月初7要办大选地区，目前声势上介好的2位候选人，甲咱台湾关系拢真歹。现任的地区小弟碧合主位是要拼第3任吗？是日本头一位女防卫大使，嘛是头一位女地区。伊阁捌讲，伊头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咱台湾，所以讲甲咱台湾的政治圈互动是真歹。
前总统李登辉阁捌形容讲，这小弟毕合组是伊伫咧日本的查某囝。也那是另外一位参议员连峰是台湾的，伊的老爸是台湾人，捌来采访过2届台湾的总统大选，嘛帮助咱行销农产品。连峰有可能是现任小弟目前上大的竞争对手。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德国，为欧洲议会选举来摇票。伊是批评最近起的右派势力，嘛主张讲后面的预算应该翻倍，该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右派政党伫意大利、荷兰大选拢选赢，伫法国、奥地利、比利时的民调嘛是一路领先。伫芬兰、斯洛伐克政府嘛是有一定的分量。6月初6到初9的欧洲议会选举，右派可能会伫欧洲27个会员国内底摕到超过1/3的选票，成做一港强大的势力。法国总统马克龙第27拜访德国第2天，选择伫右政党的票仓德累斯丁。德累斯大战期间，和西方民国摧毁的圣母教堂头前发表演说，伊用俄方形容最近窜起的极右势力，呼吁欧洲要精神起来。Regardons autour de nous la fascination pour les régimes autoritaires. Regardons en Europe le moment illibéral que nous vivons, où beaucoup regardent et se disent finalement,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ici, finalement, prenons l'argent de l'Europe. Mais oublions l'indépendance des juges. Prenons l'argent de l'Europe, mais oublions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马克龙讲，欧洲若是干那家己制定共同规则的所在，佫是一套价值观，要找到力量甲承诺来保卫。同时强调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带来威胁，讲确保和平是欧洲的新责任。马克龙主张欧盟预算要加倍，佫呼吁要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来应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竞争。Nous avons besoin d'avoir une stratégie européenne qui bâtisse une préférence européenne en matière de défense, en matière d'espace, qui bâtisse une stratégie d'achat européen. 东港马克龙阿某和德国总统斯坦米利阿某作为去柏林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献花致意。法国出名的追捕纳粹分子的人物克拉斯菲尼特和伊的德国太太嘛伫边啊，以色列伫加沙走廊所进行的战争。和反犹的势力滚架，克拉斯菲尼特嘛再度受到注目，特别是伊对极右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马林列平对这反犹的立场表达欢迎了后，和选情民调支持率较低的马克龙感觉不加碍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卫生大会头一天，咱的友邦是提案要互咱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不过这提案是无机会列入议程。除了真侪国家强调咱台湾的重要性，咱的政府阁有专业团队，嘛伫咧这大会期间参加相关的论坛，阁有一寡侨胞嘛举办艺文活动，目的就是要互世界看到台湾。这条歌风听得真熟悉。海外侨胞组织做伙，由侨团伫瑞士日内瓦举办的暗会，除了为台湾加入社会来応援。少年的音乐家嘛，伫现场演出台湾民谣，互伫外国的侨胞会当一解思乡之情。也若每一年伫欧洲巡回台湾之美画展，伫荷兰、立陶宛等等的国家展示了后，上尾一站去到日内瓦，希望透过艺术，互国际看到台湾。所以我到世界巡回，一定也在日内瓦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里头，我们将它放在一起，让更多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这里，也能够看到。针对台湾加入社会，是搁一届拄到困难，侨界难免感觉失望。而次经过台湾邦交国甲中国阵营辩论，社会决定拒绝台湾友邦提案，予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社会大会。针对这点，侨界表示，明年还阁会继续组织民间的力量。友邦的国家托瓦罗出席暗会时阵，嘛话讲会甲台湾做伙拍拼。I'm disappointed at that, but despit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along with our Taiwan allies to ensure that Taiwan is on the agenda for WHA. 4月27全会总讨论当中，除了台湾邦交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甲澳洲等等的欧美国家，嘛呼吁爱重视台湾的角色，爱以公平甲包容性来促进健康人权。Je rappelle enfin que la France est favorable à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aux travaux de cette Assemblée. We all need to stand together, using everyone's expertise, including Taiwan's, to master th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记者综合报道。北韩在暗过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不过这升空无偌久就放弃，任务失败。这已经是北韩今年来第4届射卫星，不过这4届当中，时间拿去年11月迄届有成功。不过无论讲敢有成功，这对附近的国家来讲拢真危险。这回日本就对沖縄话发国家级的避难警报。日本甲南韩嘛批评这北韩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南韩嘛随举行空军演习来反制。 북한이 조금 전 예고한 대로 2차 군사 정찰 위성으로 보이는 인공위성을 발사했습니다. 南韩媒体头一条新闻报道，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南韩军方公布影片，当看到在卫星火箭飞天顶了后，无偌久就爆炸，变做一湾火球。北韩官媒朝中社随后证实，火箭伫飞过程爆炸，并且分析可能和上新开发的液态燃料有关系。 这是北韩最近1年外第4摆发射卫星，去年5月份到8月份拢发射失败，在1月份才头一摆成功发射万里镜1号侦察卫星。北韩发射火箭了后，日本政府对沖縄南部发布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呼吁民众所开吹暗号。不过了后随取消警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强烈谴责北韓の行為。一連の北朝鮮の行動は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す。このような発射は関連する安保理決議に違反し、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す。北朝鮮に対して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で厳重に抗議し、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した。 南韓軍方也展開應對措施，包含 F-35、KF-16甲 FA-50，有大約20隻的戰機咧進行打擊訓練，並且表示若拄到北韓軍的起事空會強烈回擊。公司新聞電為人編譯。以色列空襲加沙拉法造成45個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真濟國家都有民眾行就街頭抗議。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嘛承認講，這是真嚴重的失誤，軍方會全面調查。 不過，伊嘛強調講，在咧消滅哈馬斯戰爭，無按算袂停止。法國巴黎示威者去街仔度抗議嘛，因為和警方相斡，結果紅磚催淚壓死。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和馬德里有一大堆群眾，入巴黎斯坦的旗仔的燒天。 We ask for the government to cut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of Israel. 當地西亞和黎巴嫩攏有真濟民眾集結在示威，對已經在這麼嚴重的人道危機，而且無武器的加沙百姓當咧死去，是感覺真憤慨。 وهي جريمة كبيرة جدا. موجودين هون تنديدا بالمسألة. 以色列空襲打發造成一個在安地無所在通道的巴勒斯坦人的營地，無旁攏導火造成重大死傷，大部分攏是婦人和老人，各3區遺體紅燒，甲是攏看袂出實相。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承認這是技術上的錯誤。 אנחנו חוקרים את המקרה, אנחנו נסיק את המסקנות, כי זו המדיניות שלנו. توقيت تنفيذ هذه المجازر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إعلان تحد من قبل حكومة المجرم نتنياهو الصهيونازية لقرارات محكمة العدل الدولية. 國際社會嚴厲譴責，普遍認為以色列這擺報復的行動真正受超過。根據加沙衛生部門的資料，以下衝突以來，加沙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3.6萬。 tıpkı özendiği Hitler gibi, Milosevic gibi, Karadzic gibi ve tarihteki diğer firavunlar gibi. 無認同以色列這擺事件，還有包括長期以來的堅定支持者，除了美國紐約嘛有示威的行動，北京國安會嘛發聲明，講攻擊拉法這摧毀的畫面，讓人看了心攏碎去。法國總統馬克宏在 X 打文講，這個行動必須要停止，好要完全尊重國際法，而且要隨停火。德國外交部聲明講，拉法的空襲造成包括囡仔在內，紅燒甲被打死的畫面，使人無法度忍受。 Including small children being burned. I condemn this in the stronger terms. The killing of innocent civilian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嘛譴責這擺的空襲，安理會已經調集要第2要來開緊急會議。公司新聞吳文亮編譯。英國亦接續嘅航空，預計今年熱量是逐工攏愛載30萬嘅遊客，處理2000座飛機。所以講，就決定要引進 AI 系統，甲工作人員鬥3工，會當到安排飛行、到監測飛機嘅營運等等，做伙來看。英國聯航1班機照指示，按倫敦羅頓機場慢慢飛上天，已經降溫邊境開放，而且聯航有固定這個熱量，未來幾個月來，每一日愛處理2000架次嘅航班，運送30萬嘅旅客。
为了处理大量的飞行安全作业，伊一联航伫2年来，甲控制中心的人员变266人，比原来员工加100个较低。一寡员工因规日拢咧上电脑，得观看家己公司飞行机起降的情形。另外，为着解决天气无好、飞行机技术问题，也是罢工等人为因素，致使班机延误。一个航空正咧采用类似 ChatGPT 的 AI 人工智慧工具，协助做出快速的决定，包括要安怎做上好的飞行机订飞的安排，甲技术人员的分配。We are working on a tool that will help us to do that in a more automated way. So it will give us the next best option to manage the disruption, or 2 or 3 different options. 一个航空讲，控制中心采用 AI 这款的先进设备，可以当监测到飞行机严谨的健康状况，让飞行机维修员有更加多时间检查飞行机内部更加优的部分，像是变数敢有需要修理等等，减轻无共人员的工作负担。It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decision, but I think we will still want to make the decision until we're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it'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啊，那大数据方面，伊会当互航空公司、甲航线、飞行机型号等做出上好的配对，也是更加了解旅客对飞行体验的感受。比如讲，准确预测旅客较介意食什么食物甲饮料，减少浪费，也是当航机出现问题的时阵 ，AI 系统会向受到影响的团体。也是带真侪囡仔旅行团发出手机简讯通知，亦即个控制中心人员讲 ，AI 设备会改变大众的普遍印象，毋是人上少的航班，再受到上少的干扰。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AI 除了甲机场的工作人员斗相共，香港科技大学嘛打造 AI 讲师来甲学生上课。另外，德国是当咧研发 AI 人形机器人，预计伫咧10年内就会向斗做家事。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带这种虚拟实境 VR 目镜伫咧听课，教课的是相对论作者爱因斯坦，课程的主题是游戏理论。Then there's the element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not just as game mechanics, but as social phenomena, shaping how we interact, compete, and connect in the digital age. 教课的讲师除了爱因斯坦以外，亦个包括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许等人。香港科技大学伫新的学年度上这种 AI 讲师课程，团队家己研发 3D 动作生成系统，并且采用现有的 AI 工具，像 Midjourney、ChatGPT 加 Bing， 做出来虚拟人物的肢体动作会更加顺，表情也较自然。这个甲课程的内容加简报的档案拢放入去程式内面。教课的内容会放伫咧大荧幕，学生会当用这种 VR 装置来看。The AI teachers can bring in diversity, bring in interesting aspect, and even immersive storytelling in the classroom. And I think it's a good way to improve our education. AI 技术愈来愈进步，换新的速度，互人拢入袂着，是毋是担心会互 AI 取代？研发的学者是正乐观，伊讲 AI 讲师伫知识传递跨度加速度可能会超越人类。不过，真人教授也是有无法度取代特质。譬如讲，导师学生会当进行思辨活动，不过 AI 有可能会出现主题无啥斗同的幻觉效应。这个拢是人工智慧一个无法度克服的问题。2023年，香港大学有一项研究也指出，超過400位學生也是較愛真人教授。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有呢一個 personalize 嘅選擇係好，即係點講咧？佢係一個輔助嘅作用咯，咁未嘗不可咯。是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來講，這種深度的專業知識，可能它是替代不了一個非常專業的 professor 的。2024年，北美規模上大的自動化技術展吹切伫美國伊利諾州進行。呢個 Neura 公司研發的人形機器人，內面裝嘅 AI 模組會當甲人對話。Do you think robotics will take over the world? I don't think so, but we should treat our robots kindly to avoid that they build a union. That's a threat. That's a threat, or? 這段趣味的人機對話是為咗要展示而設計。這台人形機器人一開始研發是為咗要分擔人類的勞務，譬如講倒糞掃、做家事，以後有可能變做第一代加強智慧機器人。5 and 10 years, you will have the humanoids in the streets, and it's quite fast, but it's possible. I mean,
Everything you see here is made in 5 years, and we have already something. It's just already the fundament. There's still, let's say, some couple of little things to solve, but we are on it, and we will make it happen. 虽然智慧机器人会当互咱的生活更加方便，替人类做代志，但是 Neura 讲，因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会限制伊的用途，因为人工智慧就要受到限制，才能保证其正确的使用方式，避免就像一般电影内面所演的 AI 灾难的情形发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美国的缅因大学有一台全世界上界大台 3D 列印机，这80点钟就当印出17片的厝，而且因为是用环保的材质，就当解决建筑业碳排放量上过悬的问题，兼化解这欠工欠料的状况。这台是世界上上大台的3D 列印机，伫咧缅因州开始起厝。这种厝的原型只要80点钟久就当印好，所有的光线加插孔都已经先留来。 只要几点钟久就让它倒起来。This particular machine really is not just a printer; it's really you could think of it as a hybrid manufacturing cell. 缅因大学先进结构加复合材料中心这台列印机，互人叫做未来工厂 1.0。像这种用印出来厝摆放3D， 内面有17平。 地方表面厝顶的材料是茶工业的废茶纤维加生物树脂，无用到高碳排阿门土或者是砖架，规栋厝100%会当回收。Our goal was to put it through, if you wish, its paces, put it out there in a challenging main winner, and we've seen already 2 challenging main winners has done extremely well, and of course we've done a lot of material testing ahead of that for years to make sure it's going to work. 厝经过实地测试了，进入后一个阶段，将会去9个主体3D 列印社区，互无家可归或者是面临着设计工园风险的人使用。一个人斗相共解决美国大厝无够，一个建筑工人无够，供应链紧张这寡问题。传统建筑业施工贴来建在一个大型的基区顶下楼的产业，碳排量占全世界要加40%。 环保材料3D 列印会当改变这个情形，会当应用在其他方面。Imagine a day where you have a design of a boat that's particular to yourself, and then you email those designs to a facility like this, and they can produce a vessel like this in days versus months or years. So 未来工厂 1.0 是缅因大学第2代超大型3D 列印机，比前一代大4倍，会当印30公尺长、10公尺宽。 5公尺半悬的物体，1点钟会当印227公斤重的原料，改变传统的制程，为更加侪产业提供永续制造的可行性，包括国防、较俗的厝、桥、风电，还有造船。这个计划也已经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甲陆军工程兵团的支持。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感谢收看，我是苏美，咱再会。